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终于要安怎讲？找到好多，就是咧，即个咱今仔要来的所在，有人知影无？要着啊未？足水的吼，这下阳无管是下阳下早，啥物拢是足水的。去到迄个国家，啥物物件拢足大。咱要看基督教的福音是安怎传落宣教的路是安怎走的安怎走来欧洲？像阮去匈牙利即个国家，看到讲，甲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无相款，因为因的礼拜堂真济，佫有继续咧聚会，这是真奇妙的咱了解，所以咱对欧洲的宣教的部分，咱也对匈牙利这个国家开始来看来讲。是，所以咱今仔日开始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欧洲穿越千年》几千档的啦吼。就是老师要来甲咱讲几啊集，所以今仔看到最后，因为呢，咱今仔要讲的足侪人有争议的但是你会当小看卖啊，你有赞成对吧？对，有争议啦，有争议就是讲，无人敢讲安尼对啊，毋对的咱就是照历史的记载来甲伊讲，就有记载其他的代志咱毋免去研究，无需要研究遮尔济历史欧洲的基督教，咱先看即个匈牙利即个国家伊个国务就是讲，因国家迄个讲话就是秘书长啦，秘书啦国务的秘书，就是讲匈牙利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伊讲，阮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要实践迄个基督教信仰甲圣经的教义，其中就是爱保护人的尊严甲自由。另外一方面呢，因要维护家庭甲婚姻的神圣，就是讲因主张的就是一男一女结婚的代志，佫有就是人有尊严有自由，因是照圣经来，所以因的国家就是用安尼做圣经来做因的上悬的原则啦。这是匈牙利的你看迄个多瑙河边，渐渐的塔就是拢教会啦。所以伊这你看，咱以后会讲到的这个就是。以后再来讲因第一个国王的教堂。第一个讲对，佫有即个足水的教堂所以。这个咱即摆叫做马加什教堂因为足济皇帝比较加冕拢伫迄个所在。是，所以呢，伊最近政府佫有。政府佫有一个叫做匈牙利援助就是要帮助基督徒，帮助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过去的4冬这是旧年的代志所以是过去的5冬这是伊援助过25万的受迫的基督徒，佫有协助重建迄个黎巴嫩67间的教堂。甲伫伊朗的ISIS 就是伊斯兰所毁坏伫伊拉克的基督教的一个点帮助因搁再倒转来，遐人搁倒转来建立因的社区伊有做遮代志继续有咧做伊继续有咧做基督教的代志。这是欧洲是罕得有的是因为咱会感觉足侪教堂拢去收钱对无？参观对，因为我有听到真侪人讲欧洲拢无咧做礼拜有无？毋过来匈牙利是有的所以匈牙利其实即阵有我知影有5间华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伫遮就5间，伫斯洛伐克连一个牧师都无，华人的牧师无人去就对了。
对，等下台观众朋友会知影斯洛伐克伫对。咱就讲到即个血统的问题哦，足侪人有争议的，讲匈牙利敢是匈奴吼？这咱是毋知影，但是咱看即个问题吼，即个看即个人吼，因所讲的上水的迄个查某囡仔的模样，就是迄个吼，倒边迄个，迄是因的雕像哦，上水的哦。是，应该叫做玛利亚。对。来你看，迄是伫街拍啊，是讲伫罗林我罗林老师头翕你家翕，无头翕啊，都家翕哪有头翕？安尼。就是即款的。但是因为有人讲哦，匈奴甲匈牙利无关系，有人讲有关系，有啊无，咱对历史的记载来讲就好啊。来民族的来源，匈牙利到当个密度真悬嘛。讲匈奴的后裔，敢是因足够徛马，这是大家做，伊是游牧民族啊，足够徛马，足够烧钱，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要防止匈奴的南侵，因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迄个胡人，因个胡人，胡人的英文叫做 HU 嘛，匈奴叫做HUNN 嘛匈牙利因有用 HU Hungary， 有用 HU 拢同款的名。来就是讲，我即摆小可讲一下吼，因为匈牙利的人因有哪承认，因就是叫做马扎尔人的后裔啦。你对历史你对网络看拢会当看到即个问题。马扎尔因讲马扎尔就是突厥就是讲一支啊，就是甲突厥共迄个民族出来。突厥是啥？因为所有的历史记载，敢若中国有记载，中国的唐朝有记载突厥伫遐后来伫遐甲唐朝有相战，就互唐朝的个将军甲伊拍无起来，伊就走啊，走去都毋知。人咧讲匈奴是伫搁较早以前伫汉朝是毋是拢不是甲匈奴咧相战300冬嘛？所以讲去万里长城要防止，后来人无法度人防止，汉元帝就用和亲啦，和亲的政策就讲无安尼来嫁出来，阮的就是讲阮的查某嫁互恁做某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来求亲，汉元帝就互伊好，叫一个宫女就是王昭君，这大家拢捌，所有的中国人拢捌这个历史。王昭君足水的听讲伊水甲连咧演咧飞燕飞我看到伊水，我袂记通飞从遐摔落来。所以毋是讲沉鱼落雁嘛，有一个成语啊。你看，伊用王昭君来嫁互伊来换和平。后来呢，因为后来伊一部分呢，匈奴佫无来，匈奴佫分南北，南匈奴甲北匈奴，北匈奴就是甲中国佫咧相战，南匈奴就是同化做中国人啦。北匈奴后来有一个班超甲窦宪，即个中国历史内底应该大家拢会熟悉啦。班超、窦宪，伊就甲匈奴赶到种的所在，外远毋知影，因为对迄阵开始，匈奴即个名伫全世界拢消失。历史中国的历史若无记载，就全世界拢无啊。因为迄阵匈奴无文字啊，对无？拢无。毋过咱爱了解一点来讲。迄个游牧民族无讲像讲有迄个讲钱殖民迄个朝代，互人灭无。后壁就讲我要复兴，头前迄个朝代无安尼啦，因就搁另外立一个名。就是讲伫台湾了，本地台湾，伫台南遮叫做台湾大原台湾就是在哪里？台南遮一个所在的名。台中还有一个大都，还有一个大都国。个南边佫有大家名拢无共，后来用台湾这个来代表全岛，是安尼嘛？所以咱知影讲历史
像匈牙利吼，较早我讲匈奴，还是讲突厥，还是讲因即摆讲马扎尔人，是对来，爱讲匈人，因即摆发明一个名词啦，伊讲匈奴全世界拢无即个名，所以因就发明一个匈人。所以你若去历史迄个网络来看，拢讲匈人匈人像。敢对天顶落落来，毋是啊，一定是对一个作品来，对那边无人会晓讲，所以我而且照历史的记载对中国的历史来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咱就甲伊想讲，就是东方的民族来，就安尼就好，因为因来因是有汉朝来赶走。因赶走颠倒对伊来有利益啦，因为伊赶走以后来遮，到罗马帝国的国土内底，变成会当接受着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就进入迄个东方的游牧民族。这算毋是传福音的办法。因为因的武力后来我后届甲来讲，因的武力强加连东罗马帝国都拢爱拢爱进攻的对啦，一当爱互伊偌济黄金因为这个问题，伫后来伫匈牙利的领土甲个挖出这个证据，甲遐个黄金，以后咱甲过来讲。所以这就是伊足久以前的伊的帝国，足久以前的代志，足大的版图啊咱来看这个。就是你看，咱伫对，足侪人问我讲，斯洛伐克伫对，伫遮。斯洛伐克伫遮。斯洛伐克顶悬就是有一个山啦，叫做科尔巴千山啦。对。迄个山是甲伊算做山的南边，还是一个盆地平原科尔巴千山嘛，就是斯洛伐克的北边。伊个会到遮，所以因就匈牙利，其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匈奴啦。对，互汉朝赶走以后，因就无当去家己去找迄个较好的草，伊就搬过科尔巴千山以后，看到迄个多瑙河平原，哇，遮尔好的草，个迄平原遮尔水的会当牧羊的所在，所以因就。伫遐饲羊啦、骑马啦，拢伫遐，像安定伫迄个所在生活。是，所以迄个边啊，咱离即个震惊的所在，乌克兰足近的波兰，伫即个附近。是。即摆伊震惊所以咱就讲到即个。马其顿有一个圣经有讲到这个。圣经讲到马其顿，圣经出现马其顿是讲团迄个宣教的第一站，就是讲要安怎去欧洲上帝为什么叫保罗去欧洲？先去欧洲就对啦，先去欧洲有原因的啊！你看，咱即摆看历史就知影，伫东方的人来，北方的人来，全部拢集中伫倒位？伫咧欧洲即块土地，所以保罗，咱拢看圣经使徒行传16章9节，保罗伫美士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掌阮。马其顿就是倒位呢？马其顿就是入去欧洲的，保罗入去欧洲的第一站。对遐开始。马其顿伫上下骹啦，希腊顶对。你看入去欧洲的第一站就是保罗入去。保罗入去以后，伫马其顿的边啊，足济的湖啦，有水的所在建立礼拜堂，迄阵叫做拢是叫天主教嘛，天主教的教堂，有起足济，起足济，当然。基督教就拢传来去意大利的罗马甲即边的东罗马甲西罗马，反正全部拢有基督教包起来，所以是足重要的。就是讲，上帝为什么叫保罗较紧去欧洲？
较紧去澳洲是有原因的。所嗯，以澳洲全部都拢有基督教，宣教的代志就拢完全骗满。因为即个西方的人吼，因较强悍对无？听讲因有什么武力较强，所以互交代互因宣传互因会当传去到世界。有的人是因为用武力拍入来，伫遮呢，就接受着基督教，有人是因为武力足强，甲基督教传出去，是安尼啦。不管用什么办法，总是上帝有家己的办法。伊要甲福音传到世界每一角落，就是要传教，用什么办法？咱无上帝遐贤，拢是伊知影安怎传。所以咱后礼拜佮要来继续讲即个匈奴的头目，对无？叫做单于嘛。单于，单于其实是一个名，一个代表，对无？就是因的上大迄个领袖啊，迄个领导者叫做单于。而且伊个感觉伊是感觉什么比上帝较大嘛？皇帝上个皇帝安尼天之子诶，所以咧等于上帝安尼就有一个神圣而且甲罗马帝国有发生足密切的关系。这因为这历史有较长，所以咱等后礼拜来讲。这就是咱伫匈牙利的英雄广场老师迄条。英雄广场你看拢咧纪念骑马，因为因的祖先马扎尔就是拢骑马过来。骑马对北边甲澳洲的所在就骑马，就走来到遮。所以呢，祖先匈牙利足侪雕像拢是骑马的。对，好，安尼后礼拜继续来听老师讲吼。今仔日因为 Facebook 拢名拢无出来，所以我毋知影这是啥，但应该是明辉美酒，还是咱的朋友真歹势，毋知影是啥美化还是昨有一个朋友受洗嘛要甲伊恭喜一个礼物来咱有人讲迄个遮足寒对无？即阵阮差不多2度啦，2度敢有算寒？应该无算寒还袂零下但是迄叫圣诞节的气氛即个对这师母伊9月有来遮啦伊要去即个有一个什么周间下午这个教会呢，布达佩斯的教会周间下午都有圣餐礼拜对袂歹真正是足少看到的伫阮遮的伫搁较过去迄边西边西边的教会，就足侪拢是收钱的，你有钱就会当入去遐参观安尼好，无写吗？王师母对，我知影爱美师母好，多谢观众朋友，多谢。多谢。多谢老师，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来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1点10分，搁做伙来讲故事。好，安尼大家平安。